分享。特别来多谢恁伫过去日子，为着总会平安基金会属下这个社福机构，为着因的事工，恁付出恁的关心、代祷，特别为着这个事工的经费，恁也付出恁的奉献。伫遮代表总会平安基金会这个社福事工，大说多谢，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慈悲听阮的主，虽望外口寒冷咧落雨，毋过你阁一届引创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求你教示阮用真实、用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用谦卑、用真实来敬拜你，来学乐你。主求你的灵感阮每一个人伫地，也求你的话语来入阮的心，互阮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除了代表总会平安基金会咱的兄弟姊妹来说多谢以外，我也代表我个人，今年3月起来台北服侍，固定教会当讲是我另外一个无会啦吼，来到北部无锡的下面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接纳我，互我当伫遮甲大家三甲来聚会，听惜我，真多谢大家会听惜。我伫总会服侍，就是伫平安基金会这个社福的办公室，为着这个咱总会属下这个社福机构做公共关系，特别为着这个社福的事工来募款。除了募款以外，我还去到地方教会，将这社福机构的事工介绍予咱的地方教会，予咱的地方教会，因为去了解咱的总会这社福机构所做的事工，透过去认捌这个事工，互因去关心这个事工，然后透过关心这个事工，互因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媒介。讲到安尼，咱可能会想讲，啥咱的教会，也是讲咱基督徒，着爱去关心社会，也是讲正人的代志。为虾米咱的教会，也是讲咱基督徒，着爱去关心伫这个社会上特别受苦难的这个人？我想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会互咱一寡答案。咱来咱看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批内底，伊用基督的身躯咧描写教会。伊讲基督就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肢体。然后伊讲一个肢体若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若得到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然后伊就讲，恁就是基督的身躯，每一个人拢是肢体。咱用生活的经验来解说保罗这段的话，简单讲就是啥物？一个人若脚受伤、脚痛，毋是敢脚痛尔，是规身躯拢无爽快。保罗伫遮是用教会的本质来解说基督徒生活的特性。教会是对耶稣基督甲相信耶稣基督是生命救主的人来组成的。所以教会当讲是安那，是结连于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其即个用耶稣基督做头，然后每一个人拢是因为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彼此有关联，然后活伫一个生命共同体内底。每一个人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彼此有关联。用华语来讲，就是咱咧讲的。祸福同当，苦乐与共。换一句话来讲，伫耶稣基督内底，即个个体甲即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无法度来分开的，是非常亲密的。共同体内底任何一分子的苦难，拢要成做即个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苦难。共同体内底任何一个人的快乐，拢要成做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荣耀甲快乐。
毋过讲到呢，恁可能认为讲，牧师若照你安尼讲，咱教会只要关心咱教会内兄弟姊妹就好。但是你拄拄讲的是，教会着爱去关心即个社会甲正人的代志，特别是遮个受苦难的人的代志。咱进一步来看保罗咱讲的经文，伊讲身躯顶遐看起来比较较软弱的肢体，搁较是咱无法度来欠亏。伫咱身躯顶遐看起来无啥重要的部分，煞是咱特别爱去爱护的。遐看起来无啥重要的部分，特别是爱人去注意的。保罗记者意思真清楚，伊讲教会中间，毋是甲兄弟姊妹彼此关心尔尔，特别搁爱关心教会内遮个弱势的人。保罗咧讲即段话是根据耶稣基督福音的本质甲精神。若照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上传福音的时，伊捌引用以赛亚书讲伊家己的使命。伊安怎讲？伊讲伊来是要传福音，互丧乡的人，宣告被掠的得到讨放，看无的得到光明，受压制得到自由。耶稣基督伫世间上传福音的心，敢毋是特别关心遮个妇女、遮个丧乡的人、遮个破病的人，特别社会遮个弱势边缘的人？如果耶稣基督道成肉体的目的，是要显明上帝的疼的本性甲作为，那呢真明显，上帝的本性甲作为，就是咧关心遐个受压制、遭遇着苦难的人。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躯，理所当然就应该显明上帝的疼。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躯，理所当然爱成做一个显明上帝的疼的群体。对福音的本质甲精神来看，教会也是讲基督徒，就应该去显明上帝的疼。既然教会要成做一个名副其实、显明也是讲宣扬上帝的疼的福音的教会，那呢教会的确就要透过伊的成员，也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的见证，也是讲教会事工来去显明上帝的疼。所以教会对其伊所徛起的世界甲社会，就有对福音来的使命，就是咧显明上帝的疼。教会要成做一个真正成做一个耶稣基督的教会，就要活出三疼的福音，互世间人去体会到上帝的疼。既然要互世间人去体会到上帝的疼，那呢世间人的苦难甲愿望，怎样无成做教会的苦难甲愿望？对福音的本质甲精神，哥林多前书12章14节到27节，一个肢体若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的这个假释，我想就毋是敢适用于教会内部，伊也适用于教会甲社会的关系。其实对真侪方面来讲，我想咱生活伫即个社会、即个世界，拢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咱用几当前日本发生3.11大地震，诚做一个例来看。日本距离咱坐飞机要3-4点钟，看起来是有讲近无近，讲远嘛无远的一个国家。但是日本发生大地震，甲台湾敢有啥物款的关系？日本发生大地震，然后引起着即个海啸，因为即个海啸的缘故，所以伫台湾迄天3.11迄天，伫东部即学校、公家机关也临时来停班停课。主要的目的就是惊因为即个海啸来影响着咱台湾东部的海岸，所以临时停班停课。毋是敢即个海啸的影响。然后因为地震引起着即个核能电厂受到破坏，辐射线外泄。咱因为惊即个
农作物，也是讲海洋的生物受到污染，所以咱敢毋是嘛禁止这农作物受到污染的农作物，也是讲这海洋的生物进口到咱台湾的所在。毋是干安尼尔，同时阵咱台湾也因为关心日本的大地震，咱派出真侪救难的人员，也捐真侪的物质甲金钱来帮助因。所以日本甲台湾虽讲坐飞机要3-4点钟，虽讲有一淡薄的距离，但是日本甲咱台湾毋是无关系。我相信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中间，咱多少加减拢咧体会到，咱是活伫一个生命共同体内底，咱拢定定咧体会一个肢体若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的即个真理。我用过去服侍的经验，甲大家三甲来分享。过去我去病院咧服侍，去病院服侍的过程中间，定定听到一项代志。咧关心患者的时，定定听到一项代志，就是住院的人甲厝里的人有起冲突，然后住院的人往往会来关心伊的人，厝里的人讲：我破病是我的代志，甲你无关系。两位兄弟姊妹，你破病，也是讲咱家己破病，敢厝里的人敢无关系？我想咱拢有即个经验嘛，吼。咱多少吼，拢有住院的经验。当咱咧住院的时，厝里的人关心咱的亲情朋友，上时阵因也伫遐替咱烦恼。虽讲住院的人，伊心心肉体拢拄着艰苦，但是关心人，特别去病院照顾患者的这个厝里的人，伊相共，伊心心肉体也伫遐拄着挑战。所以，当即个住院的人，伊的厝里的人讲：我破病是我的代志，甲你无关系。咱知影厝里的人一定会来安怎来回应，一定会讲。你破病毋是家你一个人的代志，其实咱拢知，破病毋是家咱家己一个人代志，所有关心咱、疼惜咱的人，共款伫遐受着挑战。所以当咱咧讲一个肢体若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我想这绝对毋是讲信仰的教示尔，特别是咱生活甲世界的经验。咱也什时阵的体会，有时阵咱可能无直接受到一寡意外，也是讲社会事件直接的冲击，但是咱的确有一个明白，咱生活伫一个生命共同体内底，别人的生活影响着咱，咱的生活也影响着别人。如果咱咧讲一个肢体若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是今仔日咱所生活的世界、社会的描写，也是咱教会生活的实况，搁也是咱耶稣基督上帝国福音的本质甲精神。那安尼，咱诚做一个基督徒，也是讲咱的教会，怎样伫咱的生活中间来去实践？一同受苦，一同快乐，这种信仰的精神。保罗咧讲着信心的温书，然后续接这段经文，所以真明显，一同受苦，一同快乐，甲信心的温书有关系。信心的温书的目的是啥物？是要互正人得到利益，也就是要为着互教会、互社会得到好处。所以，咱的确爱用信心的温书，发展出仁爱、彼此接纳、三甲夫妻的生活的态度，用彼此接纳、用仁爱、用三甲夫妻来成做正人的利益。教会既然是耶稣基督的身躯。福音是耶稣基督上帝国的福音，对教会本质甲福音的精神，
咱诚做一个教会一份子，诚做一个福音的宣扬者甲接受者。耶稣基督阁是咱生命甲生活的一个模范。然后基督徒阁是生活伫耶稣基督内底，效法耶稣基督。那咧耶稣基督伫伊的疼内底包容咱、接纳咱，咱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理所当然着爱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建立用仁爱、用三甲扶持、三甲包容、彼此接纳的即种的生活的态度。也就是顺探信心的生活。各位兄弟，我相信咱伫日常的生活中间，咱一再咧体会一同受苦、一同快乐的即个道理。今日对教会本质甲福音的精神，也互咱真清楚了解。这毋是讲咱生活的经验，也是信仰的价值。保罗伫罗马书12章15节也有类似的价值。伊讲甲喜乐的人三甲喜乐，甲哀伤的人三甲哀伤。愿咱咧亲近耶稣基督的时，咱愿意用耶稣基督诚做模范，用耶稣基督的心，用耶稣基督的情，用仁爱，用彼此接纳。用三甲扶持的生活的态度，毋是讲伫教会中间，特别伫即个充满苦难的社会甲世界内底，互咱去实践一同受苦、一同快乐即种的信仰的价值，互上帝国的福音落实伫咱的日常生活内底，互咱的教会因为见证上帝的疼，互咱所徛起的社会世界受苦的代志来减少，快乐的代志来增加，互世间人去体会到教会因为见证上帝的疼的即个水甲善良，互因有份去上帝的救恩内底。或者搁一届代表总会属下这社福机构。咱的兄弟姊妹来说万分的多谢，因为恁伫恁的生活中间，恁去见证一同受苦、一同快乐即种生活的经验、信仰的价值，或者社福机构咧帮助的对象，因为恁咧见证上帝的疼，因为恁咧分享上帝的疼，互因有份伫即个疼内底，平平伫遐得到一个救恩。总会平安基金会属下有真济无共款的机构，及北部有关心妇女的机构。因为关心这妇女，所以因特别伫因的工作的，咱讲工作权啊吼，就业方面来帮助伊，伫遐提供因有职业的训练。然后为着要帮助因，互因有工作的机会，因特别伫遐来成立一个双年中心的服务中心。这就是咧做咱讲的居家的服务，帮助这个去厝里帮助这个年老，也是讲身心障碍者，透过附点的职业的训练，或者其婚姻上拄着挑战的妇女朋友，互因伫遐无因为因拄着的挑战，然后伫社会上工作，伫遐来甲别人较输人，所以提供因工作的机会，也是讲职业的训练，然后伫遐透过因受到职业的训练，然后去帮助这个老大人，也是讲身心障碍的朋友。除了伫北部有附点，伫南部所在有罗岗的中心、渔民海湾的中心。罗岗的中心，咱知影关心这个罗岗的朋友，伫咱台湾的社会比较上是，咱讲是较弱势的一群人。
帮助因，无论是伫咱讲法律上，也是工作的管理顶悬，提供因即咨询帮助，也伫信仰上帮助因。除了帮助咱台湾的劳工朋友以外，咱知影台湾有真侪为外国来的朋友从事咱台湾大部分的人较无愿意去做，搁较辛苦一寡的劳动工作。即个外国来的劳工朋友，因为生活的需要。因来到一个语言无共、文化无共、信仰无共的一个国家，特别有时会拄着咱讲无照法律，也是讲无疼心的这个头家，所以因毋是讲伫生活上、文化上、语言上拄着挑战，伫工作的应该有的管理上，因也拄着真大的挑战。共款劳工中心伫遐也提供因法律的咨询、劳工的管理的服务等等。小工共款也透过信用的帮助，伫遐互因心身肉体也拢得到照顾。除了这劳工中心，伫南部的所在，总会游园有即个海员甲渔民的中心。海员甲渔民的中心，就是咧照顾即个海员伫咱讲货轮啊、游轮顶悬工作的朋友，也是讲即个远洋渔船的即个渔民朋友。咱知影因一出海，有时短几个月，有时长半冬、规冬的。因出外，因的家庭，伫咱的社会相较之下嘛是较弱势，所以海员渔民中心透过甲地方教会的结连，来去关心这海员渔民因的家庭，特别是这个子女的教育。除了关心伊的家庭，小共也关心这个海员渔民的朋友。共款，咱也拄着一个问题，真侪拢是对外国来的朋友，因来到一个语言文化完全无共款的所在，特别因的工作，无因的头家也是讲雇主，无照法律无疼心咧对待因，因的工作往往爱真久的时间，然后因的管理拄着剥削。所以，共款渔民海员中心也伫遐关心因，透过法律、透过劳工的管理、透过信用的帮助，伫遐关心即群弱势的朋友。除了关心劳工，除了关心海员渔民以外，总会平安基金属下也有身心障碍的福利中心、关怀中心，伫高雄。旧的高雄县、屏东的所在拢有，透过关心即群身心障碍朋友，提供因照料的机会，也透过福利的咨询，透过辅具的帮助，互因身心障碍即群朋友，互因伫从对细汉开始，一直到读册，甚至出社会。无因为因肉体上的无方便，然后互社会来因咱讲有一个距离，互因无因为因身躯顶的无方便，肉体无方便，互因将来就学，还是讲就业的管理，还是讲机会来拄着挑战。搁一届记者代表总会平安基金会，咱的兄弟姊妹说多谢，因为恁的生命的中间，伫恁的生活中间，恁的见证，咱所讲的一同受苦、一同快乐，即种信仰的经历，互即阵无论是劳工朋友、渔民、海员朋友、妇女，还是讲这身心障碍者。
也是讲去平湖，咱有遮个老人日照日托关怀的中心，或去社会中即阵较弱势的人，因为恁的疼，因去体会到恁的疼，因为恁的关心、恁的台导，特别是恁的奉献，或者事工拢会当真顺利来进行。中华平安基金会属下有遮尔侪机构，一当遮个社福机构的预算也将近爱3亿。虽讲真侪有政府的补助，但是咱知影政府的补助遮个社福机构，伊安那？因为政府的财源有限啦，所以伊拢要求你要有30%到40%的自筹款。所以既然爱30%、40%的自筹款，所以总会每一档也爱拨大概要将近1亿的经费落去帮衬遮个社福机构。遮个欠缺的经费，就爱透过咱的教会的兄弟姊妹的疼心来帮衬，也透过社会正人的关心的奉献来帮衬，或者无够野的来得到补助，或者事工会当来顺利来进行。搁一届记者大家来说多谢，也记者来大家来恳求，请咱伫未来日子继续为着总会平安基金会这社福机构的事工，为着这事工来关心台导，特别为着这事工来经费。多谢大家，请咱三脚额头来祈祷。主笔听阮的。